后家生理做动态哈。哎，阿姊啊，俺难得来，抢一支嘛。为什么搬家连我都不通知一声？我不想耽误你。我政治输一块底，今日互我钓到底仔尾，人煞甲我闹跑，我一定爱出面解决啦。你很喜欢罗兰巴特？哎。小姐，你不是有在上班，临时约我出来要收钱的、钱来。但是我只有300块。300块可以啊，拿来。找你出来说话不行哦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什么事啊？我交男朋友嘞。啊？不对，应该说我有男人了。你是说你已经跟人家？哦，新认识的？我在书店认识的。你跟人家？但是你是想结婚是不是啊？干嘛那么激动啊？你不是说过，你不跟我说过你不会爱上任何人吗？那你说你在孤单的时候，你才会成为你自己。我有说过这些话。你当然有说过，你忘记了？哎，我是不能交男朋友。可以啊。好，那西西怎么办？西西哦，你要对她好一点啊。你不要把西西推给我了啦，你每次都推给我。好啦，我跟他也才认识没几天，说到感情，你跟西西还是跟我比较要好的啊。我是你第3个女朋友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们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啊。随便的。嘿，你不要跟西西讲，知道吗？当然不会跟他说啊，不然我干嘛跟你说？西西她占有欲比较强，万一给她知道，她一定会觉得你背叛她。香啊。妈，你提给熊妈改。无啦，俺想我做伊良心善，毋过也毋记得爱人万年做的呢。哦，我爱做一两新的完毕时。然后你做，你喷牙太久的香水啊？一点点而已啊。王运仔，
你迄唔迄谈恋爱哈？啊，哦，迄对方迄样板嘅嘢，笑起来很好看。做乜嘅？唔知耶，唔知？你唔会谈恋爱，连对方想乜嘅、往到乜嘅命、拖乜嘅你都唔知嘿？你看你就种头扮眼讲，太冇形容啦，3年哦考唔到组头啦。还是让你讲哈，你喊 TK 读书哦，你谈恋爱做得哦，做唔得人你凊彩用的哦。唔带给做人来看的咩？呀，太久我没做得人唔看的啊，你呀哈伫个谈恋爱啦，看到嘛该都会好哟。就只是做朋友，又没有要结婚。你讲佢嘛该法，冇爱结婚，什么人哦，他也就爱嫁人啦，等嫁人哦，就后面嘞。好啦，妈，老爱做一两先来玩比赛。等嫁人哦，就好命嘞。老板娘，哎，你来啦！笑起来真好看。今天真香。
你每次都这样，老不告诉我原因，真受不了你。按你的身体够合，像迄一个过节，从衣袖long银丝挖开来，爱撒黑，故事一撒，往事老爱，教训冲教皮，爱总算了解，爸老妈结合被年轻。有的啦，木电的啦，有水的。怡欣啊，你免马个东西哈，去洗毛用按压会这样转来。怡欣啊，我去哪里很重要吗？你讲嘛该啊？你讲发啊！不就是因为我穿了新衣服吗？马该穿新衣服啊？遐老你做行程有马该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马该关系啊！反正我从小就在打广厨长大的，我被人家怀疑也是正常的啊。你讲嘛该啊？你头脑有问题嘿嘛？你讲给马该发啊？你讲来做嘛？你还用啊？你还马该态度哈？我失恋了。哦，星空天，你敢记得我？今天是周末，等你下班，我们等下去看电影。下班之后，我再过来接你。喂，林道主，要不要来书城？林道主，你去关灯关铁门，在那边。真，林道主，你快一点啦！要不然我去早上回来啊？不用了。那我送你回家。
谢谢你啦。我决定了，他身边总是一大堆的朋友，反正我也喜欢一个人，我们两个就是不适合，就像我爸跟我妈一样，他们两个就是不适合的个体。干嘛跟我手帕啊？干嘛不哭啊？干嘛要哭啊？我想紧紧抱着你，抚摸你，吸吸。这是他寄的情书啊！怎么办？你有回信给他吧？没有哎，我有点担心西西。担心他你就去找他就好啦。可是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。你就去找他，跟他说你不喜欢女生，你跟他只是朋友的关系就好啦。可是我怕会伤到他。伤到他，伤到我了。为什么？烦哦，怎么办啊？我妈回来了，赶快起来啦！哎呀，主编是同后的啦。对啊，妈，你还记得林道主吗？好吗？你看领导组哦，啊哦，变太硬了呢。你坐啦，坐啦，阿姨有东西给你，你等一下哈。坐啦。哦，男朋友和好了嘿。哎，对嘛，年轻人干嘛吵架呢？坐啊坐啊，来来来，坐嘛，抽。你怎么没有请人家吃点心呢？道主啊，等那么久。来，阿姨跟你说哈，这个哈。上次你给那个阿珍报那个名牌啊，阿姨就照你说的那个去买股票，赚2倍多呢。这个给你意思一下，吃红啦。我不能收了。没关系啦，意思一下啦，谢谢啦。这么厉害哦，名牌就他报的。哎呀，哎，还有没有别致啊？我们老板说股票现在都可以买，之后还破10000点哦。哎呦。妈，他等下去打工，要先走。对。啊，好啦，我真的不能收。没关系，阿姨给你的红包你收起来啦，没关系啦，谢谢啦。好了，你去打工啦。哎，有空来家里吃饭，不要客气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名牌要继续报呢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小心哎。谁嘛？他鼻子长得很好，很重要。你不要管我，他不回信我不怪他，但我也不需要他叫你来看我。你回去了，我跟他的事情你不要管。阿珍她要上班，可是她很担心你哎。阿珍，
你们什么时候关系变那么好？我跟他妈妈和跟他姑姑关系比较好。他妈妈，他姑姑，你们关系变了？不是啦，我们只是演戏而已，演戏？演什么戏？就假装一下啊。假装什么？他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演戏？你为什么要假装？他的事情我都要知道，你赶快告诉我。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你赶快告诉我啊！你说啊，你快说啊！林道祖，好啊，不说是不是？死都不说？那我死给你看！哎，你干嘛杀神经啊？放手！你冷静点好不好？放开我！干嘛？徐静，你到干没啊？告诉你，我跟你都只是他的好朋友。他喜欢的是学长。我后来想想，你不可能那么快就交新男朋友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永贞，哎，学长，原来你躲在这里用功啊？嗨，听说李律师考试过了，太厉害了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？系主任说的啊，他说学长你是我们法律系之光。还好啦。什么还好啦？都还没有毕业就考到执照了，我们超羡慕的哎。谢谢。我不知道我要考几年，说不定我头发变白了都怕考不过。我老师有先走。哎，学长，学长。什么啊？薪水哎！这么厉害，知道我今天领薪水啊？怎么？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放在。要不要看电影啊？算了。干嘛？想说什么就说啊。他是我第一个爱上的人，也是我第一个选择离开的人。我不想要再看到他，我不想要再说他了。哎，老板，谢谢。
哎，黄真，你说的哦，说到做到。邮局哎，一看到邮局，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会帮我爸分信，我还因为这样学了不少字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还有个妹妹。年轻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跟我讲过啊，她名字这么好记，你还带我去过她家，你忘记了？对吼，走。我永远不会忘记跟我爸住在这里的时候。年轻跟他妈妈还住在这边吗？不知道有人店里吗？不要啊！你不是很想见他们吗？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王阿姨，你们找谁呀？我是黄碧川的女儿。哦，你是黄碧川的大女儿。对，请问他们还住在这里吗？哦，年轻啊，他们母女搬走好久了，现在是别人住在这里。哦，那你知道他们搬去哪里吗？都没说哎，很突然就搬走了。谢谢。去到点诶，你规礼拜哦，就抢油根本因做得恐吓吃饭啦，唔要做得唔记得。那根本你2钱，就太高兴，求老领导做去吃饭啊。好啊，吃饱的就好呀。妈，给你去甲穿的本来做嘛，唔要还要穿钱的啦，做得去甲哦叫福飞的啦。这本做人用钱。做嘛啦？唔爱结婚的嘿，无种人来恐吓迄个哦。妈，我今天去找小妹他们，没有找到。做嘛还无请到？班副哎。3万英元啊，本应计只小妹。今尾迄硬巴会摸的啊，但本来想讲，毋伫个无限，迄毋迄硬搞基督送去，以后较反复的，计就搞本啦。做嘛该交本爱啊？比硬好送啊，硬做得是家己救啊，无听说啊，听讲应该就死体。干嘛又这样讲话啊？
伊啊生意哦，无想本有欠，你无想欠人。医生怎么说？他知道吗？我要拿掉。决定了。他不应该来的。我没有那么喜欢学长，只是那个时候，我就是想要那么做。那身上有钱吗？我先跟我小妹借了。你跟黄熙之间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我会在那边等你，到时候我们把身体修养好。王小姐，这手术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。我们现在先帮你麻醉，你先把眼睛闭上，放轻松哦。按台嘅事情，唔是老外讲，你也遐样诶，真系死体嚟系冇？讲法啊！你不是应该要骂我不要脸吗？爱上海的体格上，倒胎迄唔迄硬强诶？从生倒胎，妈个事情都无爱老外讲，都无爱本爱治。
啊，唔伫我养的照顾，我养的教育。我做伢没正经做到动听唔对嘛？你有想过爱吗？王运泽，你有想？今天下午，我躺在手术台上，觉得好冷，好冷啊！手术台上的灯照得我眼睛都张不开了。闭上眼睛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我人听，叫声。硬个新的啦，根本有三房哦。还唔系有乜个事情哈？冇啦，冇事情啦。我总在道别，有时不明就里，有时清楚演变。我们告别，在冰冷的空气中；送别，在海水涨潮、月圆出生之时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懂得吸不到空气心的境遇，你懂得，也就值得。西西，你来啦！今天是我学姐的忌日，我真的很想跳下去，跟学姐一起走。你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刚刚没了一个孩子？
只想要自己。没想到会让你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当你的小孩好不好？好声浪聽，你敢記得我？是不是变黑了？应该有吧？我在南部待了2个多月，南台湾的太阳没把你烤焦，算不错了。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哎。你想得美啊！嗯。哎，你那个爱赌钱的弟弟现在乖多了吧？不敢了啦，还不是乖乖回去做生意。他现在兼卖什么通讯器材，什么 BB 扣，听都没听过。哎，听起来你这个弟弟还蛮有生意头脑的。现在通讯器材很赚钱、很热门的，我都觉得年轻人他只要肯做啊，绝对饿不死。哎，阿乔，你身上钱还够用吗？你干嘛？财神爷哦，一看到我就要给我钱。我实在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帮到你。哎，永生好吗？在交男朋友了吧？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了。他的事情我都是从他大姑姑那边才听说的。一下说他什么失恋，一下又不想念这一间学校。你不要为小孩子的事情这么操心嘛。随便他啦。你放轻松一点啦。反正我也没念过书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他啊。他要怎样就怎样。年轻人啊，偶尔挥霍一下他们的青春，不是什么罪过啦。放轻松。很会讲话嘛。我们不都年轻过？东西拿去哦。好，小心哦。好。还有冇？冇啦。哦，有带豆哦哈。好，有。你也都会冇爱带去啊？冇啊。你也是差唔远呢。如果办去摊水，做嘛该冇爱老死死穷下现哦。2、3年有盘咩？佮木衰哦，要较送啊。一个人住比较轻松啊。好啊，跟伊3年哦，我去甲注意到的啦，无安全对吗？好啦，妈，我来落去哦。哦，全部有带豆的哈。有。哦。等下，要小哦，等到煮上来再搬呐。好。懂出哦，要熟没？那有嘛事情打电话，有事情打电话回来哦，哈。好，先走了。阿姐，那我走了。姑姑，拜拜。好，再见啊。妈，拜拜。西西同学，你带我们来墓园干嘛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什么？娜娜，
你在叫谁啊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娜娜，哇，哦，找你找超久，来，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直属学妹娜娜，这是我小猫咪黄永贞，这个是。你好，我叫林道祖。干嘛？带我们来墓园就介绍女朋友嘛？哎，什么话啊？这里是历史系的秘密基地，是历史系啊一定要朝拜的圣地。所谓有坟墓才有历史嘛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一个坟墓就有一个历史。那当然，走，我带你去逛逛。走吧。平常会乱讲。永贞，永贞，哎，永贞，永贞，永贞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吗？你不要再来了，再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这给你。黄先生见无过来，本来想起俺要留领导组讲过切交，佢两煞就迄无强用。其实，迄讲黄先过来，俺还迄要留佢讲法，俺无办法去牵伊。故说爱爱挂情，爱爱碰伊，俺竟来竟了解爱切交的。桃红色，跟人家的欧巴桑干重哦。敢，怎么不敢？人家骂你干重呢。他们在海边啊，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咖啡厅，其实你是不用担心的。我希望那女人过得很惨，不是爱的要死，一个死，另外一个就不跟着去死。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利用工具。我没有要利用你。那现在算什么？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，我觉得他就是在找借口离开我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赶快睡。爱过家，温柔父子，我等天降嘅雪，爱恨舒服嘅自由，唔讲怕，天天的戏。爱讲怕，永不爱伊。爱讲怕，伊的路愈好开。台风的世界，寒风过壁。凉风的世界，爱会转来。